弱水三千，我只取一瓢饮。可是缘分这东西挺悬的，两个人遇见了，在一起了，就说是有缘分；互相不来电，就说是没有缘分。那如果遇见了，也互相喜欢对方，可是最后就没有在一起，那到底是有缘分还是没有缘分啊？不管有没有缘分，都要先在一起才知道。哎呀，像你这种大帅哥是不会懂的。就算你坐在这儿不劳而获，天上都会掉下来一堆妹子给你的。承蒙您这么抬举我啊！啊，对呀，好像不久又要出续集了。哇，真的吗？那今儿去看看。生日快乐！你填献血卡的时候，我有看到你身份证的号码。许个愿吧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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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。是只小猪啊！我就说很像嘛。谢谢。小苏啊，如果弱水三千，我只取一瓢饮，你会怎么样？我去一下洗手间。下次带你一起去。行。人家又没有说喜欢你，你心慌意乱个什么劲儿啊？小心点。